警員去追捕第一被告張文炳。當時我見到第一被告佢由個後門嗰度逃走，所以我就追住佢。咁你追捕我個當事人，即係你執行任務嘅時候，你有冇帶上委任證？當時係一個突發嘅情況，我係跌咗個委任證。換言之，你建立唔到你警察嘅身份。我梗係唔知佢係警察啦。我聽到槍聲之後，有個癲嘅女人衝埋嚟想打我。當時梁警員係喺後邊嘗試制服第一被告張文炳。即係話，我嘅當事人係俾人從後襲擊。我絕對唔同意。佢被逼作出適當嘅防衛，先至會發生意外。梁警員係合理地去嘗試去制服第一被告張文炳，而張文炳係有意地拒捕。擺喺我 YouTube channel 上面。